好定人興叫嘅嗬，怎麼？水青又係講，讓全程都包含唔啲，唔可以俾人啲嘅，佢以後都用嚟裝證明。我哪包嚟喊嚟？我講，伊啊，水青伊講。哎，你走開，慢來啊！我們先去他們，有冇事情隨時同佢講。哦。王八蛋！你這回終於攞嚟睇數啦！冇可能啦，佢哪有可能會真係讓人睇數啊？你迄三歲生人的哦，亞大都地，佢按呢做。像迄味道的應付伢爸爸，驚人水去哦，要分其他掉下面子。佢又唔係叫你的媽媽，哪有可能會真心讓人聽數啊？我沒有那條，都會騙你的，都艱苦。當艱苦吼，佢就走啊！走出去就係你咧，夾寫，我會自由自在，寫出去就好呀。我嘛，喊啲個小媽呀，寫出去就好呀。假啦，莫個想咧。
放心的，应该当中好定也很久的哈。용한 철거. 걔가 누가야? 내 조막이야. 이래 생일은 조막이야. 이래 시댕이 조막이야. 왜 감이야? 소유는 보인 너 보동이야 지가 있어. 정 이상이는 갖고 나발 생긴 나발.
老板娘，喝一点姜茶，头痛会好一点。哇，谢谢。再不舒服要去给医生看哦。要不然我去跟小杰说。哦，不要，不要。你请律师的事情现在进行的怎么样啊？贵夫人帮了忙，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好，那就好。你去休息吧。俺有種無效，我講唔講，我唔會中意寫，但係就唔會中意。我總係會思考那張底啊。兩年前啊，咁我要揾多錢啊？打工啊，打工？唔做乜嘅？留俾家家送貨。留俾家家送貨，送翻幾點啊？我咩唔啲嘅，唔過送一百有利用錢的人呢。你再自然，乜嘢都唔掂就送，俺我開心啊，係冇錢就轉去啊。我而家在喺度同人講，行我送東西就唔好送，點啊？按我做嘛？行講冇中意去，講到去就按做。有糖豆冇啊？有啦。夫人，夫人，聽講嘅啦。哎，肚子痛了。哦，初本日咯，未到上工班也這樣做，大早又出去的。給你抹汗了。好。小亮，會讀嘅嗎？你從考試讀就不會寫。等下是這樣。初班部，唔是小，你阿爸媽做唔到。去哪醫生？
因为我中意哦，无爱煮煮好冇？唔是，要用清好。骨科碱，爱食个迄骨科碱。我几时就开始啊？迄项高校，今年我老人家，也本来常常会感觉轻松，伊开始迄科研，也毋伫遐项，变到安尼。爱弟。先去洗啦。今天卡就要去学校，来等伊去迄个地方。要做嘢嘛？邊啊？唔使你靠挨，佢冇欠唔嘅，迄記唔愛，一經驗。迄講，你真嘅有做唔錯物嘅，最甜不用聽，唔唱迄隻聲音嘅。我見陪你等唔來倆，佢本地，唔冇騙人嘅，冇騙你媽媽，唔唱出愛。哥哥，唔等緊捱，唔好再講食土係嘛？知道我食土同見笑吼，係試過誒，記土唔按過誒。捱啲，嗰時候捱講捱，我老唔聽數啊！唔答應捱，唔好再講食嚟好冇？以後就行去下面面皮吼，錯冇？迄個會答應我一個食土，早點冇半個爸爸啲冇。所以唔好再食嚟，馬上就走得。
我爱推销你希望，毋是，还可以让人参加。你做对空中的七家，咁有乜事情打電話本來，下課嘅真係講。魏佳佳，你太古早了，很庄年级让松脱噶。要迄亲密一拜，哈？硬讲要迄亲密一拜，硬要讲很专业给人来送土的啦。给地包迄土，你嘎嘎，你用做在骗俺啊？俺哪有骗你啊？你就爱钱呐、啊？俺才没要种钱呢，烦呐！早点去。俺老唔讲哦，人家你空调顺风，你讲敢讲出？要就讲你没有声。慢点让空调算了，蹲啊！早点去。哎，古红唔是假啦。俺就唔会讲失礼啊。我公司俩地方也谈过几多摆的。要不迄正经的，俺妈妈要留俺天数。也没敌嘞。妈，行落救我啊！我做唔掉咧。你再讲原因下啦，吼，原因下哦，长点哦，妈妈天天就讲。小王，做好搞了。哦。佳佳，你怎么了？佳佳，佳佳，哥哥，你好吗？你好，我走也不动了。佳佳，佳佳。他到底在干嘛？报告。一怒，怎么了？老师，佳佳最近很奇怪，今天晚到，刚刚来一下又走了。佳佳的妈妈刚刚打电话来说，她身体不太舒服，最近可能会请长假在家里休养。这么严重哦？嗯。你拿着书包干嘛？又要翘课啊？哦，没有啦，这个又不是我的，是佳佳的。她刚刚跑走的时候掉了。掉书包？嗯。回家的旅程永远不嫌太长。
姐，你回来了。老板娘，回家。喂，姐姐啊，我们在开生日趴，来玩，有好货哦。我不能出去了，我被禁足了。被禁足，偷溜出来就好了。不行了，你哪次出事，我不是马上绕人就去了？现在姐妹生日开生日趴，你不来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啰嗦了，我找人去接你啊。不念，设计充满意送送呢。你先莫跟你们讲，咱要想办法。哦。攞去装好，我帮你借出去。哦。大家，干啥？大家，干啥？你爱？干啥？你老板，给进来！桂云，你坐在底下啊！阿勇，阿勇！老几带上去。我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！桂云，你先莫看啦。莫看！你有唔人来讲？你有唔人来讲啊？人情调的啦。以后最重要的，迄本教人莫讲失托的。无，安尼送去迄落这所好无？做唔得，做唔得！你又不太敢听啊，没人识动，我感觉啊，你心里不卡啊！刚刚那位是动。老雷，你好，我喺度来请哥哥。哦，第八枪，第八枪。好。董事长，你起床了。
先生，先生，你好。邱先生，哪个房把唔吹来啊？听讲家家身体无舒爽，太家主动关心，就来看啦。孙生，拿家家的书包拿来。呀，细年嘞，连书包都唔记摕嘞。先生，坐啦。做得看一下家家无？基本用的啦，拍起哦，前一餐的贴贴嘞，冇相干，冇相干，一下滴水毛，冇吵嘅，好，先生走啦走啦。斟茶。唔是麻烦嘞。唔怕唔怕。系安尼啦。家家也报的哦，功课变多无以后呢。迄唔系有发生乜个事情，而且你要着较注意着诶。爱啲爱啲。佳佳，刘飞轮，1030号房退房时间到了，客人还没出来，你等一下去10楼打扫的时候，顺便看一下。收到。哎，佳佳你来了。佳，冰姐，冰姐，你来了，生日快乐！来陪我跳舞。跳什么舞啊？跳舞这样跳，不是啦，你跳不是说有好货吗？货，好货，对啊，好货。哎，好货，好货，好货，走，好货。搞一手怎么办？哎，赶走啊！赶走啊！冰姐，醒来啊，冰姐！不好意思。冰姐，你快点醒来啊！冰姐，你快点醒，你不要吓我，冰姐，快点醒来好不好？冰姐，冰姐，醒一醒，你不要吓我，冰姐，冰姐，怎么了？快点醒来，你不要吓我啊，冰姐。老实说。
要怕，进去。好。好嘞。啊，唔記得嚟，來。好。來，你來下哈。不用下就好了。假使山川唔是，也唔會有動。從生中嘅路，很竟然，愛竟很竟然。搖擺嘅朋友，愛竟很竟然，愛竟很竟然。喂，你干嘛？你弟奶？哦，尿尿？尿尿，我條麥都冇做，做乜尿尿啊？唔問嘅事情都冇做，唔講還會講尿尿？哪裡啊？夜班係正經冇事嘅，我當叫冇事嘅。我相信是明白。冇影響。你哋乜嘅證據都冇尋到，我哋做冇影響。有你是啲現場嘅，嗰雙眼耳分唔得掉。有看到係，我哋都係乜身份？現行犯、嫌疑犯、證人還是關係人？連個同意書都冇係，我哋寫咗係我哋喵，佢我哋好常好欺負啊！你真曉得咩？這常識啊！你哋講清楚金錢。我哋乜嘢都唔會做，還有青島就做啲兩內中24點鐘，可能就應用嘅。好，魏小姐，安尼這點愛監護人來，兩個講。嘎嘎。劉飛倫，先生，到底發生乜嘅事情？電話裡都唔講清楚。唔該問你，我係記得到嘅先生，做乜要做記得到？先生，你學生喺啲學台度開搖頭趴，現場有你屍體。哪有可能？我個喺唔打電話請監護人來，請先生來做乜解啊？先生。我們哋為兩家生，叫我好冇，所以唔愛爸爸媽媽啲，叫我。哥哥，先生，老實講，到底發生乜嘅事情？兩人關係冇？我哋為兩家生，叫我好冇，拜託你。我在叫你。小心！我们会同意做声明的，谢谢。
爸。唔应该，你系你阿爷爸爸哦，出事情唔大本爱，大本是啥？我就会讲啊。强下身痛。妈的，好不好？呀，变大呢？跳啊！是你啦，爸。我唔知会变到安尼，我知我唔错，可不我一摆机会好无？我真紧懂什么？娘他，莫要做为神偷，为子女的妹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爸，你就最近老爱冇关系啦。我知我唔错，可不我一摆机会好无？困，没有，你唔脏你，鬼唔脏鬼啊！冇你好爸，冇做咩事好？哎呀，你哪呀？哎呀！可不我一摆机会好无爸？哎，救我！出去！哎，救我！这个还蛮怎么办的呀？妹，再跟你聊。唔讲哪有好头，更加用事，要给男仔做乜嘅啊？哎，你家沙盘推演一下，看。对啊，你讲真是，冇机会啦。哎，安尼就这样。哎，你快点跟我说啦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佳佳真的吸毒哦？真的有人死掉吗？问够了没啊？知道能干嘛？我关心了，才知道我可以干嘛。一怒啊，让刘飞轮给冷静一下，你回去睡觉。去了。哎呀！做底要按应该就冇去插机。我哋有自家嘅想法，不过我哋偏有只故事，想让你分享一下。在大草原上，一大群大象行进着。有一天，有一只大象脚陷到流沙里面去了。后面大象看到了，想要救它，伸出它的鼻子勾住前面的尾巴，但是拉不住。后面第二只看到了，也想救它，伸出它的鼻子又勾住前面的尾巴，还是拉不住。第三只、第四只、第五只，后来所有的大象全部陷到流沙里面。毒品哦，就从流沙去了。是唔得，也命唔得，当等影响。我爸都哑巴都无空用，我真嘅冇想到，佢按严重嘅。为家家吸毒唔系嘅问题，唔是用自责啦。不过保护你还有责任。啊？哎。你为什么要吸毒呢？你是仙女呢，仙女才不会做坏事，吸什么毒啦？奇怪。佳佳，大笨蛋！
这有啊。实在够假的，我爸爸都无爱爱咧，严惨来做嘛？徐灿，你去买东西本事。这段时间，因为我家小女的事件，所浪费的社员资源，国军在此致上12万分的歉意。下面唔错，下面唔错，挨都唔掂，我认为中人老公，做咖啡爸爸。迄你呀，无可能分白吃白喝，你做谁啊？做到 Q 的，咱们就靠水。你也许不是完美的老师，不是完美的女人，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因为我就是喜欢。做乜搞来办这哦？你坐在娱乐界所啊？说嘛搞来落呀？我的房间给佳佳住了，你的房间也是别人给你的啦，不要假的像自己房间一样。一路谢谢。